大家好欢迎来到海洋囡仔台语小教室，我是 OA 谢明佑。欢迎大家收看《海洋囡仔》，做伙来看哦。今天要来介绍的是《阿嬷变魔术》这首歌要教给大家的单字。第一个，恰恰，不是在讲女生很恰是一种料理的方式，以油煎至食物表面呈现有一点微焦的状态，像鱼煎到那种鱼皮呢，有油香，稍微有点脆的状态。这个鱼都要煎好恰恰，安尼一脆鱼一脆饭，偌煞脆的。第二，沙目这个要看一下资料啊。沙目鱼、虱目鱼又称海草鱼、海草鱼、安冰鱼、国性鱼、麻沙目、麻沙目麻沙目跟麻沙目是希腊雅语来的然后也称作杂目鱼、遮目鱼或囧湾鱼然后它也有个英文名称叫 milk fish，milk fish 就是牛奶鱼啦，牛奶鱼因为它含有大量的钙质，然后如果你熬汤熬久一点，它整个汤会慢慢变成乳白色的，所以叫 milk fish。这是东南亚一带非常重要的食用鱼是在17世纪荷兰人把它从印尼带过来台湾的一种鱼种，然后以前很多野生的，现在慢慢大家都是食用的是渔温养殖的养殖鱼了。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是打缸，打缸就是每一天，然后写的方法就是逐渐的逐，工作的工，写那打缸是每一天呢？什么用工作来解释呢？在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，一天的算法就是你去工作，比如说建产，从开始到结束才算一天是以这样的来计算每一天，所以打工是用工作的工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除了购买专辑之外，别忘了去订阅山川娱乐的 YouTube 哦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咱下摆再相会啦！后摆再相会哦。